有一个以台湾元素出发的古典乐乐团——晚颂原声乐团，因连续5年伫咧元旦举办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，今仔日下晡伫咧国家音乐厅来举办。因即届邀请瑞士的作曲家，结合台湾的传统歌谣，亲像是丢丢动、望春风，也有原住民的歌乐等等台湾的元素来创作，希望写出对台湾的爱。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 轻快的节奏配合整齐的动作，这是台湾赛德克原住民族的庆典歌曲。2023年原声乐团的元旦表演，选原住民歌曲做开场，展现热烈的气氛，嘛传达台湾多元族群的特色。 原住民的这音乐吼，其实咱这块土地上早的一种文化哦，会当用因的音乐来当做一年的开始。我感觉是对咱这块土地的一种哦，这种尊敬，啊，个咱这个家代的肯定。咱对伊迄个气氛内面，咱会感受着讲，原住民迄种乐天，然后因对天地的敬爱迄种心情。原声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强调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。这回邀请瑞士作曲家，同时嘛是台湾竞赛的 Fabian Muller 为台湾写歌，将经典歌曲思想起丢丢动、望春风甲原住民的来属整合做一首台湾共赏曲。飞便表示，这是送予台湾的礼物，嘛希望透过音樂將伊心中對台灣的愛表達出來。Taiwan has great people. It has a beautiful landscape. It's actually a little bit like my other home country in Switzerland. It's so rich, has so many cultures living on a small space, and many languages. And I think also there is a very rich musical heritage. Of course, I'm very happy if the audience in Taiwan enjoy this music too. So I hope it's also a gift to the people of Taiwan. 2023年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伫国家音乐厅演出，原声乐团用乐曲为新年起歌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